各位戰友早晨，今日係11月26號，個市真係玩到心跳加速。美聯儲減息預期突然升溫，搞到個市興奮到彈起，恒指從低位已經衝咗大概800點，好似坐過山車咁刺激。不過要同大家潑啲冷水，上面26,100點阻力真係幾大，個市衝到上去實會氣喘，加上尋日阿里業績一般般，隨時成為大市回調嘅藉口。預期今個星期恒指會在25,400至25,800點之間玩搖搖板，今日波幅就睇25,650至26,900點。策略上要升近阻力位，識得鬆一鬆，跌近支持位可以搏反彈，最緊要控制住碼，免傷身。記住，而家個市玩緊消息過山車，坐穩之餘都要扣好安全帶。快啲 share 開提醒班戰友，一齊做個醒目投資者。